是别人好，有因咱着来依去世界数，愈捌愈亲着，愈会甲报仇。台湾俗语摕来谈，声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年行中秋，人行四九。唉，这个意思是讲啥物啊？是讲吼，这一冬中间吼，上惊过到中秋。因为吼，这个中秋若是过，目一年啊，就要接半年尾咯。啊嘛同款啊，人哦上惊活到49岁，因为若活到49吼，啊人生嘛差不多过一半啦。所以讲吼，这个俗语哦，就是咧甲咱讲吼，爱把握时间，好好运用你的人生哦。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民俗文化学者温宗翰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个吼，咱的本土音乐家，嘛是咱自细汉听伊的歌到大汉的简淑玲简老师。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位老师今仔日吼，要来甲咱同齐来讲关于着中秋节的一寡礼俗啦吼。啊，老师啊，来啉一嘴仔茶啊，来配一下月饼啦。好，来，月饼店好滋味啦，祝恁两个每日笑眯眯啊！哦，啊，下小茶谈中秋啊，哇，祝恁大家长岁寿啦！哦，长岁寿啊，这个祝福拢有收到安尼。有影是过年过节的这个时阵吼，是大家上欢喜的时阵啦吼。这个中秋节会当算讲是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啦吼。啊，当然啦，嘛是讲这个咱台湾民间吼，真受到重视的一个节日。啊，我就想要来请教着温老师吼，讲这个像咱这个中秋节在这一年中间吼，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有这个特殊的意义啊？是啊，像咱咧讲这个年行中秋吼。啊，人行四九，其实就甲这个时间点吼，甲伊讲破啦吼。因为咱知影讲，咱一个人诶，这个甲49岁，可能就逐渐走入这个尾声啊。差嘛，就咧讲我壮年期，一个壮年期要进入老年期了吼。是。啊，所以咱讲这个年行中秋，就讲中秋节搁过来呢，就准备要进入冬天啦。啊，所以你可能所以你的这个规个节日啊，吼气候拢会有一个真大变化。是。啊，所以中秋节算作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点啊，吼，这个时间点最重要。啊，中秋节嘛，同时阵伊嘛是咱因为台湾是一个作物真丰收的所在吼，啊，咱会知影讲中秋节迄个时阵嘛，拄好是第二期吼要种稻的时间吼，啊，所以这个转换点吼，其实对咱台湾社会来讲非常的重要。是，所以讲吼，根据我的了解吼，这个中秋节嘛是一个祭祀真重要的日子嘛吼，来敬天爱地嘛吼。啊，突然间吼，这个真侪人咧过节的时阵吼，咱平常时拢有咧做艺啊，尤其是到了这个中秋节的时阵吼，除了做艺吼，啊，搁来拜土地公。啊，这个土地公吼咧拜的时阵，唔管讲大家像讲老师你头拄仔讲吼，唔管是种什么稻啊啦，什么作物啊吼，普遍吼，搁有一个物件，或者吼土地公怪。这个土地公怪呢，是要来答谢着土地公的一个礼俗吼。所以讲吼，咱即马吼先来看一段VCR。我就是讲每工我拢在运动，哦，我拢行倒来倒去，每工都拢敢若讲来个奉敬啊呢，奉拜啊呢。伫民间的信仰内底，土地公是负责土地神明。做事人真普遍拢相信，今年敢会当大收大出，拢是土地公在负责的。伫台湾的农村内底，嘛差不多田头田尾拢会当看到土地公庙。若到中秋，主事人拢会做土地公馆，送予土地公，用来顺产水。咱若要开垦当中，决定要献金纸啊，迄就是要献到一个只山神土地的。哦，咱这款的土地就是讲田头田尾的土地公。
因为过中秋，一年种植都差不多爱收尾咯，农民拢会赶伫个未收割进前，穿好祭品，伫田林来拜拜，答谢土地公的保庇。无，迄个冰啊，冰明啊，冰讲做吼啊，我就用什么啊？用一寡素烤，吼啊，甲肉饼，吼啊，甲金银财宝来甲伊奉敬，吼啊，你保佑，敢若讲，即个叫做咱农作物，吼好收成。中秋节毋但是土地公的生日，伫民间信仰内底，有那是真侪大树公甲石头公的生日咯。做7月甲8月底这段期间，都拢有咧办。啊，一般来做这个，拢差不多中秋15。伫个台湾的庄脚，若看到一张大树满着红色的彩带，就代表讲这张大树已经会当互人叫做神啊。啊，这大家知影讲，这有神节的出现了后，啊，就给大家一个表示，用红布，吼，啊，甲做一个结字，啊，佮甲封讲啊，这已经有神的进驻，啊，这人已经有求神啊，神已经进驻伫这间神会，互相回应的感应。囡仔吼，这细汉囡仔啦，拢红个啊是较少3、4岁，迄阵然后真歹带，啊就讲真歹啥，啊落来互科公做囝，科公你做囝是拢一定较迄个啦，较落尾就较乖，较免啊较袂安尼，就毛病走出来安尼啦。土地公、大树公甲主事人生活袂当分，土地公的信仰有那注入了在地社区的感情。老师啊，咱吼逐个月啊，拢会咧做艺吼，像讲即个年头的时阵，元宵节的时阵吼，咱嘛是会拜土地公嘛。吼，到了中秋的时阵啊，嘛是共款咧拜土地公。这中间吼有啥物差别？其实咱讲做艺吼，夜市这其实拜土地公是因为做生理人啊吼，你若是讲做是正常人吼，伊大部分拜土地公可能是年初的时阵，你伫咧上元暝吼、上元节的时阵，拜土地公可能是要下平安吼，煞着你甲年底的时阵，你可能就有一个下平安吼，所以甚至讲过去有一句话讲春祈秋报啦吼，但是伫台湾较特殊的所在就是讲，咱的这个甚至讲对土地公的这个祭拜吼，非常的重视吼。你可能伫个这个头月，有人讲是这个上元节，有人讲是伫个2月初2，你可能爱先甚至讲甲土地公伯祈求，希望伊庇咱规年通天吼，拢会使平安顺遂，是，这就做下平安嘛。对。你甲这个年底的时阵，你当然爱写吼，所以你可能会经伫个中秋节，因为这个时阵你可能伫我拄好。种第2期啊，拄好种，种好咧，你即摆伊拜托土地公伯啊吼，甲咱巡视一下，所以真侪人会做即个土地公拐吼，伊就是用竹顶悬插即个福金吼，土地公金，互即个插伫个田园边吼，田啊、园啊，还是拿边甚至互土地公伯啊，使摕即个管去甲咱巡视一下安尼。咱巡田水。所以伫个台湾的即个祭祀文化内底吼。有的地方吼，伊可能为中秋节开始，伊就有即个谢平安的活动。因为大部分谢平安拢是伫个下元呐，但是伫个即个较特殊的所在，就讲因为伊甲真济即个文化吼连做伙，所以伊会有的是为中秋节开始，就豆拜安尼，拜到即个下元节去。讲到即个谢平安吼，我嘛真好奇啊，就是讲即个咱的正常人吼，是到底是安怎去谢平安啊？即个伊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去进行即个活动？是，其实即个拜土地公吼，伊不只是答谢平安安尼的意义啦吼，伊有真济是比如讲祈求咱。因为土地公伯啊嘛，一个讲法是讲伊财神啊，所以必因咱做不丰收，嘛是必因咱趁钱啊吼。伊的即个中秋节的祭拜真济吼，较特殊的是像咱今仔日就减一味吼，就是爱有即个麻糍吼，土地公伯啊，食麻糍吼，讲好话安尼吼，食甜安尼，甚至讲除了拜麻糍，你可能拜土地公伯，你嘛有的人会准备
土豆，还是讲准备这个土地公金，啊，跟个香，这种是基本的啦，啊，伫个咱台湾这个中秋节，这个拜土地公伯会使讲非常的普遍，啊，所以每一个地方的伊可能拢有无共款的风俗安尼。不管是大间的、小间的，真侪土地公庙啦，啊，就是讲土地公除了是咱会当去甲伊搭谢来俾咱保庇之外，其实嘛有一个财神的作用嘛，对对。保平安，啊，个有会当互咱发财所以讲这个真趣味嘛，真心性嘛，真有人情味嘛。啊，我嘛知影讲咱简祥林老师跟老师是咱家己大拿自细汉伫遐土生土长大汉的啊，伫迄个恁的村迄个乡村内底，迄个大拿迄个所在因是安怎去进行这个中秋节的一个祭拜啊，或者是一个活动啊？迄阵啊，拄则咱咧讲做土地公啊，是草地公、土地公，啊，若是伫这个都市商店啦，是讲工厂，伊讲用迄个福德正神啦，是，啊，其实共一个神嘛，对，共一个神嘛。啊，迄阵啊，我会记得是有当时啊，若较接礼拜的人初一十五拜土地公啦，啊，初26拜迄个做福德正神啦，啊，这是一般啦啊，当然你若甲中秋节，迄就得道日子，迄特别加强去祭拜我会记得这个叫做农历2月初2，阮细汉拢念这个谣正月正，正月正，请囝婿咧入大厅。2月2咧，2月2，土地公生搬老喜，土地公生搬老喜。2月2，哎，2月2，就是伊的生日迄天嘛，是，所以讲。哎呀，老师啊，阮就爱听你唱歌，啊，你搁知影讲遮尔侪关于着土地公这个代志啊，你会当咱遮有一个邀请一下我无晓得面皮，甲你邀请，你甲我献一首歌啦。我记你讲土地公拜拜这是安尼啦，迄阵啊细汉阮咧念一个谣。是。这个谣就是讲，因为土地公参头参尾土地公嘛，伊是大众化的神嘛。是。所以大家心中若有所期待，拢会去找土地公甲伊拜，拜托你甲伊保庇安尼。好，咱就来邀请来老师来甲咱献唱一首。土地公咧土地伯，请你听我说，地主今年58，子孙啊无半个，好花来吊机，好囝来出世，红姑咧320，严家5件事。拜甲满满是，谢你难谈保地鱼，保地鱼。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中秋节呢，不但是祭拜土地公的日子，有真侪家庭嘛，伫咧中秋节的时阵来制作。啊，我要请问温老师哈，其实咱平常时嘛有真侪时间咧制作啊，像咱伫咧中秋节的时阵，特别较有啥物无共款的意义啊？是中秋节的制作算是较特殊啊因为咱知影讲过年过节过年啦、5月节啦、清明啊还是这个重阳还是这个中秋节，这拢是咱会制作的日子嘛但是你看中秋节一个更较特殊，就是讲伊有延续一个这个珍藏文化伫的这珍藏文化呢，伊可能就是有的这个家族伊伫个这个移民的过程内底，伊可能共生的人大家带做伙。带做伙利用中秋节这个时阵呢，大家甚至讲做伙来祭拜这个共生的宗族安尼啦所以每一个地方可能有无共款的这个制作的方式但是有一个现象最趣味就是讲，利用中秋节这个时阵呢，伊嘛会使甚至讲起来分一寡这个分红啊因为祖先咧历代安尼传落来，这个祖公啊产可能有一寡迄个红利伫的会使利用这个时间分这个零用金嘛鼓励咱后代子孙你爱伫咧这个过年过节时爱转来拜拜安尼那
这个中秋节呢，伊有一个意义，就是讲，因为伊其实过去咱知影讲，这个祭拜足济，所以这个食花活动啊，嘛是拢会伫个中秋节这个前后，因为这个气氛，这个节日是秋天，较甚至较凉爽，这个时间点的吼，足济人甚至讲会想讲要大家做伙安尼感觉，所以你看。过去咱可能是食板豆啊，食花食板豆，即摆就无共啊，即摆可能就改做讲有可能食烘肉，嘛是共款朋友啦、亲戚大家聚在一起甚至讲聚餐啊，嘛有一个团圆的意义伫咧内底安尼。是，所以讲大家团圆这个过程当然敢若唔拿敢若食啦其实耍的物件嘛是有嘛古早人是拢耍啥物啊？其实这日的娱乐的活动真济比如讲像早期咱看得到中秋节有的所在，伊可能会海千秋这种活动即摆较少看像宜兰迄个所在，伫个大溪啦、苏澳遮，佫有即个海千秋的活动也是讲即个中秋节的时阵，较早讲会观四脚神啊，观扫帚神、观牛神甚至一群人、一群囡仔甲即个一个另外一个囡仔微调的甚至念迄个念谣，大家有也安尼是有一点在给他催眠的感觉大家吹久伊就跳起来安尼有当时我会感觉讲，迄阵咱的囡仔有当时会去耍米小吹啦，对，利用迄个时阵米小吹，吟诗作对，嘛真趣味啊。是啊，所以讲，这个囡仔有囡仔耍的物件，像讲头先老师讲嘛，吟诗作对，这读册的人因拢耍啥物啊？民间甲读册人较无共，读册人可能拢会讲。最近较流行啊，就是讲薄饼。这个薄饼的类型到底是安怎咱来看一段 VCR 就知影。薄饼是阮200年前就开始伫闽南地区美团的中秋民俗。300多年前陈成功占据了这个厦门一带，伊的士兵拢来自这个福建、广东，但是在这个中秋前后。这个士兵拢会思念到这个亲人甲故乡，敢若这个转着这个士气足低，所以陈成功的部将洪福发明一组这个叫做中秋薄饼这个娱乐，在中秋暗啊，互咱这个所有的士兵大家共同来庆祝中秋节，甚至讲过一个解受了这个咱乡亲的忧愁。薄饼规矩真简单。都是参加人拔6粒18粒，看拔出来到底是大是小，来决定讲应该爱丢什么奖品。参加薄饼民众对5岁到80岁老大人拢有，无分男女，大家拢会当来拔，就是想要伫中秋节汽车运势拔一个好彩头。我爱玩薄饼，因为很好玩啊。因为有单位通踅，阁有奖金通摕。阁好算，阁有食，阁有掠，足好诶。咱拄则 VCR 内面所看的这个中秋节的拔状元饼这个类型到底是安怎产生的老师，你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薄饼较特殊的所在就是讲，因为伊是这个文人雅士可能咱较早讲科举考试文人雅士的爱有功名对吧？是所以可能得利用这个薄饼甚至讲希望有。博得这个状元安尼的意义伫个。老师跟老师，就唔知影讲恁伫个即个庄卡的时阵恁是安怎去过中秋？算讲南部啦，但是较无遐南啦阮老母伊算讲较会中秋节当今呢，伊就伫阮迄个厅头的红架大头顶会摆即个三牲嘛。是。摆即个菜饭啦、水果月饼啦、油啊啦、食的啦一项即内底无。麻糍啦，麻糍上，迄个麻糍呢，我感觉足好食。是，迄阵拢用一个红底咧嘛，规圆伫内底嘛，你爱压地迄个嵌起来嘛，拜了以后啦，嵌起来的时阵，阮迄个土豆腐甲糖粉嘛，所以到暗时的时阵呢，全家就是拄则咱咧讲爱团圆嘛，是，就老母会家己是迄个拜拜，迄个三牲遐，佮甲用烧大家来团圆食一个，食了的时阵夹一粒芋头是细只刀去阮后尾门后壁有一个广场啦，是找一个较适当的所在，伫遐赏花。较早吟诗作对，囡仔伫遐做阿公教囡仔咧做米菜，囡仔学阿公甲教的唱童谣，是真趣味啊！
是哦，迄就一个生活品质伫内底。是啊，所以讲这个过年过节吼，有影是咱人情味的展现啦吼。人讲吼，这个年行中秋，人行四九，有影啦。过了中秋吼，一冬吼就差不多要接近尾声啦吼。所以讲节目的最后咧，咱吼过来邀请到咱的老师来甲咱献唱一首歌。这首歌呢，真有名嘛，真好听，叫做8月15是中秋。 8月15中秋时，他乡游子回乡里，天上的月圆人团圆，家家的平安。 庆丰年，中秋暝过啊流圆，家家户户庆团圆。上月花咧水中水，你来吟诗我作对。 好伴侣咧连理枝，青年男女加相随。真滋味啊，盐啊国家，囡仔笑咧比相吹。中秋暝啊，过啊娘圆，相望分月抱情美。 月饼甜咧好香味，新娘食着生后生。文旦又芳果甜，烧着嘴凉流嘴甜。食欢喜咧好滋味，食着 QQ 黏甜甜。 是离开着真不甘，大家若是无去嫌，咱后礼拜才过来谈，嘛才过来谈。报道歌顶用俗语甲故事来甲乡亲博感情，后礼拜请继续收看报道歌。